南投德山的指南宫明仔载元旦要来发全年的钱宝，有将近3000人透冷风，提早来排队号位。南投指南宫头前的停车场人是吵，庙方估计大概有3000人，全部拢是走来拜元旦要发放的新年钱宝。其中一口罩5个人提早1礼拜就来占位了。你为了这一次，你准备了多久的计划？1个月前就在准备了，就在等指南宫公告。这口罩是对台中来的，为了要拜今年全年的纪念钱宝，大人爱上班就轮班来拜，就连囡仔也插伫身躯边，规车牛灵魂啊，甲石子瓦拢穿好势。也阁有这个老爸，抱3个月大的红儿仔嘛来占位。哦，讨个喜气，好运头。哎呀，难得发放，有空。也阁有人举布棚甲椅仔摆过6天，尤其暗时变作冷，大家拢穿4、5领外套。不会冷啊，差很多啊。那差多哦，羽绒衣还有羽绒背心，还有毛衣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哦，怕不怕冷？昨天晚上很冷。怎么说？因为都当就是会有露水啊。也有人伫街路顶一摆啊，当咧较袂寒，甚至有人倒啊桥落直接泡沫笑做姨娘。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这样。庙方也烦恼讲，暗时若落雨会变寒，就成本好满好排队的民众。因为过当天都会发钱宝，所以也伫今仔日就成本好被摆呀。10点之前哈，就是元旦那天嘛，10点之前来排队，我们都一定都会给。庙方讲，全年的钱宝做甲真有路，有珠宝盆的造型，预计排队人会特别多。也呼吁讲，这边发钱宝的地点换到正定州的停车场，而且只要是元旦透早10点进前来排队，拢会当领到银钱宝。想要排队领的人，是唔通排唔到去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